我係 Penny，好高興同大家宣佈咧 Benham Realty 正式進駐 12th Street Park。我哋喺倫敦咧擁有21間分行，多年嚟咧一直同 Burberry Group 嘅旗艦項目合作，針對於眾多嘅香港同埋亞洲買家，所以我哋深知道歷嚟需求。呢度咧地理位置咧非常之優勢嘅，7分鐘就可以去到 Canary Wharf 啦，15分鐘咧就可以去到 City 嘅金融區，加上咧又好靠近 UCL、UAL 同埋 Queen Mary 嘅名牌大學，所以呢邊嘅租盤咧係非常之搶手嘅。最令業主興奮咧就係我身後呢個快將啟用嘅新嘅地鐵站，就好似香港咁樣，一落樓咧就係地鐵站，翻工翻學非常之方便。帶大家嚟睇下現場啦，呢度咧就係 Evergreen Point 啱啱落成嘅。另外身邊我呢度咧 Sainsbury 咧已經開張咗噶啦，所以買嘢就好方便啦。唔單止係咁 ，Evergreen Point 咧所有嘅住客設施咧已經全面啟用，包括共享辦公室空間啦、私人影院、健身室、平台花園等等。透過我哋喺呢個屋苑嘅分行咧，我哋會為業主提供專業嘅收樓驗樓啦、家私佈置啦、租賃管理同埋報稅嘅一站式服務。作為你英國嘅物業專家，我哋會幫助你嘅投資得到最理想嘅回報。期待喺 12th Street Park 與你見面。To buy or not to buy non-local off-plan properties, assess the risks before you buy. 境外樓花買唔買，計過風險先好買。